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报道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总统拜登讲，爱认清总统赖清德大岛的本性。也毋过外界质疑讲，这可能是假信息。咱国国安局长蔡明安嘛表示讲，北京的新闻稿无写到这项代志，无排除是中国在认知作战。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报道，拜习会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总统拜登讲到爱认清总统赖清德的台独本性，不过真实性遭到质疑。关局长蔡明安表示，不排除是中国认知作战的操作。我想我们有比对一下美国白宫官方的新闻稿，那所以我们也在评估说，不能排除是不是中共的外交部或是官媒有做刻意会后的媒宣的操作或认知作战的操作。蔡明安认为，拜习会达成共识并无多，较大亮点是双方同意无将 AI 技术应用到协务决策。经华势力用 AI 传播假错信息是有够多。最近经立委高嘉瑜就正做受害者，关局事件 AI 技术武器化，会有扩增治安威胁的风险。产生假造资讯、误导视听、快速传播、散播假错信息这挑战。佮讲到会利用 AI 反制 AI。政府要具体要如何以 AI 反制 AI 发动的攻击的能量会非常的庞大。我们要是依照传统的人力来讲，我们会非常的吃力。过去透过 AI 系统来查找这些境外的 IP 或攻击的来源，正确的比例非常的高。像这样的方式能不能被归类在诈欺？像的那个 deepfake， 它是不是呢？可以构成诈欺哈？这个的确是有那个很有争议的，就是说是否有就是诈欺哈？这个最终还是必须由那个司法机关。另外，风车赖总统最近会出国访问，蔡明安表示，赖总统确定出国访问会启动相关维安计划部署甲准备，确保总统出国的平安甲顺利。记者综合报道。